各位主內兄子、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係代表香港聖詩會嘅董事會，再一次歡迎大家嚟臨參加香港聖詩會成立10週年感恩嘅頌唱會，同我哋差唔多800人嘅詩班同埋我哋嘅樂隊一齊去頌唱詩歌，讚美我哋嘅救主。喺過去嘅10年，我哋感謝上主嘅恩典，俾我哋喺香港能夠延續喺加拿大由林思齊博士發動嘅傳統聖詩嘅運動。喺過去10年裏邊，我哋每一次喺唔同嘅地方，都係同各位兄子、各位朋友一齊去頌唱傳統嘅聖詩。希望靠着呢個工作，能夠讓更多人係欣賞美妙嘅旋律，更加重要嘅就係聖詩裏邊俾我哋嘅信息。喺未來嘅日子，我哋祈求天父繼續帶領、保守、祝福香港聖詩會，讓我哋能夠繼續呢個工作。喺呢度，我再呼籲大家係能夠將傳統聖詩介紹俾更多嘅人去認識，特別係我哋年青一代嘅朋友，佢哋喜愛佢哋流行音樂嘅聖詩，但係我哋亦都唔好讓佢哋冇機會去認識傳統嘅聖詩。希望大家在禱告中，在大家嘅日常嘅生活裏邊，都多唱聖詩同頌主恩。多謝各位。乾坤竭主榮，逼窮暴化工。朝朝宣宏旨，夜夜傳微聰。默默無一語，教在不言中。周行遍大地，妙音送長風。願我口所言，與我心所想，悉能含聖心，悉能為天賜。
我哋要將榮耀歸俾真神，因為佢嘅手創造一切，我哋要讚美聖父。
讓我哋一齊禱告。感謝天父，感謝天父創造萬象萬物，感謝天父創造大地、高山平原、海洋湖泊，感謝天父創造日月星辰、時間分秒，讚美天父神聖、公平、正義、良善，讚美天父全能、全知、永恆不變，讚美天父賜予生命、維繫氣息、拯救扶持，祈求天父慈悲憐憫，垂顧聆聽，祈求天父彰顯恩典、施展權能，祈求天父赦免罪惡、改變生命。願上主榮耀無窮。阿門。請坐。過去10年聖詩會，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主題。今日我哋嘅聚會係將過去10年我哋聖詩會唔同嘅主題結集埋一齊。所以我哋會讚美聖父、讚美聖子、讚美聖靈、讚美三一嘅主宰。我哋讚美聖父，佢嘅作為施展嘅時候，佢嘅恩典就透過聖子嚟到世間向我哋彰顯，讓我哋一齊學習、渴望我哋呢一位耶穌，期待救主降生。又知道佢透過奇妙十架犧牲嘅愛完成救恩。
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新列四牙半夜路，屠荒三倍兩番雞。5000鞭撻寸枯裂，6尺懸垂二度齊。慘動八該經九品，7言一筆萬靈題。
係基督為我哋受苦受死，但係基督已經戰勝死亡，完成救恩，佢已經復活啦，佢永遠活着，讓我哋起立唱頌，因他活着。清楚。
以若愛我，終守我誡，我將求父，父必更以保惠師來矣，終與已居，即真理之神，世人不能接者，惟其不見不識之也。以識之，以與以偕，將居以心。真理之神將至，將道以識之真理，彼非自善而言，乃以所聞者言之，亦以未來之事示矣。彼必以我所有者示矣，以榮我也。我哋要學習讚美聖靈，祈禱聖靈嘅啟迪。我哋透過永生神的靈呢首詩歌，我哋反覆嘅啟應，聆聽聖靈嘅說話，5次嘅應唱，有好多嘅空間，讓我哋思考上主嘅恩典，接受聖靈。真理嘅靈已經臨在我們之中，而真理要使我們得自由。上帝以風為使者，願神聖的靈風吹拂我們的內心，使我們得着滋養。
上帝以火焰為僕役，願神聖的靈火再次點燃我們的內心，使我們重燃對信仰的熱誠。願我們以和平彼此聯繫，在面對極大張力的社會與工作、家庭環境中，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呢個係我哋嘅禱告，阿門。I walk with God from this day on. His helping hand I'll lean upon. This is my prayer, my humble plea. May the Lord be ever with me. There is no death, though eyes grow dim. There is no fear when I near to Him. I'll lean on Him forever, and He'll forsake me never. He will not fail me as long as my faith is strong. Whatever road I may walk along, I walk with God. I take His hand. I talk with God. He understands. I pray to Him each day, to Him, and He'll hear the words that I say. His hand will guide my rod, and I'll
主耶穌基督，你曾經告訴你的使徒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只看你教會的信德，為成就你的旨意。求你賜我們這種平安，引導我們走向主國度裏的完全合一。願主耶穌嘅平安時常與你同在，讓我哋同我哋隔離左右嘅朋友、弟兄姊妹互道平安。我哋今日蒙召作神嘅子民，我哋生活要學習顯露上主宏恩，我哋生命更新，信仰堅定，發揚正義，盼望基督再臨，神國完全實現，領我哋進入永恆。屆時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南北東西主治普及，千秋萬古，悠久無疆。
我父在天，願以名聖，以國臨格，以子得成，在地若天。日須之糧，今日賜我，求免我父，如我免人。勿導入試，請我出惡。以國權榮，皆以所有，緩及世世，誠所願也。讓我哋再以耶穌基督教導我哋嘅禱文，靠住聖靈嘅充滿，我哋向天父，我哋再用和修本嘅版本，我哋再嚟一次嘅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讓我哋仍然嘅恭敬侍立，虔誠上帝嘅面前，讓我哋詠唱詩篇，沉澱，陷入基督愛裏，讓我哋心曲聖頌，蕩漾，顯揚三一真神，讓我哋愛慕上帝，讚歌直達天庭人間。
請用愛慕上帝嘅心領受上帝嘅恩福。但願聖父上帝佢雙手恩慈又厚實嘅大掌，常常柴住你嘅小手，穩行天路。願聖子耶穌基督佢謙柔成為你嘅安妥，像小羊無畏嘅依據，暖心心窩。又願聖靈嘅恩膏瓊漿，常滋潤你嘅心間，愛神愛人流通百世，普澤萬邦。阿門。願意我哋呈獻歌唱感謝，能夠讚美聖父、讚美聖子、讚美聖靈、讚美三一嘅主宰。代表大會想向今晚呢個聚會參與嘅每一位樂隊嘅成員、詩班嘅成員表示謝意。感謝各方嘅代禱、奉獻、廣告嘅致意等等，願主自己報答。喺我哋嘅程序表、我哋嘅10週年特刊當中，係有意見表可以俾大家回應。你回應嘅方式可以填上你嘅意見、你嘅感受，亦都可以以金錢奉獻嘅方式嚟到去表達，亦都可以持續嘅為聖詩會代禱。更加可以嘅就係請你加入聖詩會，成為聖詩會嘅會員，去表達你嘅回應。我哋今日嘅頌唱會係到呢度，願上主得到榮耀。